新闻回嚟對高雄人廖桂香本嚟帶來現場最新嘅畫面，佢就講到廖桂嘅債錢很單純咁樣，另外新發出嘅新開鋪路，從錯別對團體嘅橋面前，呢邊只派嘅是畫面能看到嘅，當頂間佢只台詞上嘅死亡32個人 SOS， 另外對外來求援。看到因為派嘅根本打造救難人員，老國軍用天使變河出動嘅直升機、老運輸機，從6空2片同時來進行救援。而公共集團嘅記者也前進到布羅灣產區，傳咗嚟畫面也真見係本應為嚇到因為年代32戶以上嘅裝頭，竟然長中一棟普通嘅平房，甚至小水塔看起多啲，其他嘅全部本乃實將佔得。如果向嘅新發出連接布羅灣產嘅新堡吊橋，佢就不算大廢鐵，但對鋪路嘅債面是最長眼肉，才能簡單嘅流浪，而走出來太困。從20頭到暗部頭，救債人員嘅數唔是天國，預計3年預計要長救到寸度嘅債面。13打造天使變河，佢啱先出動嘅直升機、老運輸機，一方面運送物資進入災區，同時將結重建嘅房宅，還有抵抗力很弱嘅羅尼拉小朋友全部載出來。另外，橋中台記者是做呢種行嘅方式，從水下射火把冒險前進，我歸路後扶持馬甲，還有貴太片嘅屠殺擋到面前。現在按照係3面水手風景當將嘅布羅灣產，你竟然變做係腳底下會片嘅殺骨天天，32戶嘅面目竟然長到眼前看到嘅風色無擋。32戶嘅厝都迄邊2間，這邊2間，剩4間，其他都砍的，就攏無老的，你看像遐迄個攏老的位啊去。當地村民講，了解23年。長有一戶5個人走出來填，其他32個人全部本上賣，債錢非常嘅嚴重。希望安穩方面再本外界地講，利下前景正經係當嚴重，同時也來加速救援嘅行動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